三星 Galaxy S26 Ultra 終於有線充電升到60W 啦，突破咗之前45W 嘅上限。雖然唔算最快，但等咗好多年，呢個改進都幾受矚目嘅。不過實際用落去，有線充電吸引力好快減退，反而25W 無線充電表現超亮眼，由15W 升到25W，睇落唔多，但實測加速好明顯。放喺台面充電座，離開前拿起手機，電量通常已經夠用。25W 無線半小時補超過40%電量，遠勝舊款15W。而家只係匆忙出街要快補電，先會用有線60W。60W 確實比45W 快啲，但差距唔大。呢類情況又好少。原本以為有線升級會改習慣，點知無線改進影響更大。買25W 無線充電器要留意幾點。S26 Ultra 相機鏡頭突出多，方形充電座放唔穩，建議揀圓形款。充電座呢要配至少45W，有線充電器供電，否則只得15W。S26 Ultra 冇內置磁鐵，要配磁性保護殼先對準得好。第三方磁殼測試過，都支援25W，無線冇問題。呢次無線升級真係偷雞，值唔值得你升級嚟講下？